喺十里銀灘呢一度細職嘅單位，一樣擁有無敵嘅海景視野，1000蚊月供2600蚊就 OK 㗎啦。想知道點樣嘅，跟住鏡頭上去睇下。OK， 入嚟睇下8000起嘅一線海景單位係點樣嘅先。Follow 呢條啊，入嚟睇下。首先睇到嘅係公共嘅洗手間位置啦，乾濕分離全部安排好晒。首先呢度第一間房，呢一間房咧可以直出露台嘅，個位置通風採光冇問題。好，嚟到個餐廳位置啦，開放式嘅 LDK 廚房，起碼都叫係咪先？餐廳兩公婆兩個啊，撐台腳足夠晒。嚟到個位置，客廳部分咁嘅空間，擺個電視機，兩個人睇住海景，睇住電視，咁嘅生活正啦，係咪先？出到嚟270度嘅無遮擋全海景啊，絕對係 perfect 嘅。嗱，對面要幾百萬嘅270度海景，我呢度8000起搞掂。入翻去睇埋第二間房，我哋嚟到客廳個位置咧，有間第二間房嘅。間房呢間細啲，可以做自己嘅細路仔房啦，或者係做個衣帽間都冇問題噶。兩公婆嘛，生活節奏梗係輕鬆啲啦，係咪先？呢一個位置咧係位於十里銀灘嘅長沙灣位置，咁咧佢嘅翻香港同深圳咧都比較方便嘅。落樓就有巴士直達深圳各大口岸，包括埋呢周邊嘅生活配套非常之完善，新鮮超市啦、菜市場都好方便，直接落去都有巴士直達去到啲超市嗰啲。咁如果係中意呢套單位嘅，記得 follow Vicky 我啦。最緊要係咩啊？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 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 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